潇洒、随性、浪漫、优雅，他就是2009年度央视星光大道的总冠军旺姆，一位执着于舞蹈和歌唱的藏族女孩。在小学的时候，直到我进那个西藏大学艺术系之前，都是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。为了心中的艺术梦想，旺姆放弃了在林芝稳定的文工团工作，来到四川九寨沟，投奔到著名藏族音乐人荣中尔甲旗下。当时，荣中尔甲及其团队在业内已经树立了很好的口碑。尽管对于女儿的离家，旺姆的父母还是忧心忡忡，但是此时的旺姆早已不惜一切，心中只有对未来的无限憧憬。通过在藏民剧组的历练，旺姆变得越来越成熟，也越来越自信。但是他并没有裹足不前，而是下定决心要飞得更高。2009年，他再一次出发，这一次他选择的是赫赫有名的央视星光大道。我走到最后一关的时候，就是已经走到最后一关了，大家都觉得肯定这个冠军是我的。结果我一唱原创歌曲，对手唱那个，以前《红楼梦》的那个主题曲，就那个就大家都很熟悉，所以那个冠军被他拿了。然后差不多过了1个星期，星光大道又来电话了，准备来参加挑战赛。我一听又高兴死了。结果第2次我拿到冠军以后，我才给爸爸妈妈打电话，我说我拿冠军了。因为西藏文化本身它就是一个富于包容力的文化，它也是在历史当中不断的发展和变迁。对，从传统里面吸取营养，结合在一起以后呢，就带来了一些新的活力。我就说那个我们藏族有一个就是馒头，在我小的时候，我妈妈常常会就是在牛粪上给我烤馒头吃，很多人都会觉得很恶心，但我们就觉得这个味道很清香很干净。所以我在比赛的时候，用那个牛粪烤的那种馒头，然后拿到现场来，我先让他吃，他吃到一半，他觉得这个味道很怪又很好吃，然后我就说当然了，当然是用牛粪烤出来的东西，它肯定不一样。那他一下子就想吐，我就跟他解释，又把就是我们就是西藏的文化又带出来，让更多的人去从我的身上看到我们藏族的文化。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。time